好点，先发的不错，王彦迪啊，还有他的进攻，点上往里端，被重庆斯威给拦住。这个球应该是过线了，已经过线了，已经过线了。桑蒂尼吧？头球。桑蒂尼果然破门了啊！这个是他中超联赛第1个进球。应该是过线了。这球呢，守门员啊好像要接，其实这球往他身体打就得了，这球但是他往外打可能就不一定能进去了。这一接呀，自己多退一步。因为孙继杰整体的身体呢已经退到这个球门线以内。再看这一端被挡了，第2次再往里攻，球已经先，这肯定是没问题了。在孙继杰接触球、手触球的时候，好像球已经越过了球门线。这球你要第1点挡的话，可能真的。you know